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梁仲禮，英文名叫 Johnny。我自小就好中意做運動啦，亦都好中意打籃球，所以我而家有6'1"咁高。我而家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系，我係1年級嘅學生。我呢個係我第2個學位嚟㗎啦。我之前已經喺香港浸會大學讀咗體育及康樂管理學系文學士課程嘅。我自己喺對想做一個物理治療師嘅時候都，因為我自己讀體育嘅時候，我自己都積極參與體育啦。之後我都有打籃球、打手球嘅，嗰時我都成日拗柴啊、整親嘅。之後嗰時我就去睇物理治療啦，咁我就覺得佢做啲嘢我覺得好有興趣喎，同埋我想幫翻好似我呢啲人受傷，我想幫佢哋做康復運動，等佢哋可以投入翻運動。有冇人話你似馬德鐘啊？馬德鐘就少啲嘅，都係許廷鏗或王浩信嗰方面就多啲嘅。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避。我希望透過參加呢次比賽，可以豐富我未來3年嘅大學生活，亦都希望藉此呢個機會，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我，將來有機會接拍一啲廣告，可以賺一啲外快啦。希望你哋會支持我啦。